其他消息来关心囡仔饲药的案件，即马还未收煞。高雄市政府唔敢大意，除了针对连锁幼稚园最近扩大清查高雄2间700多间的医疗院所，内底嘛发现有4个医生开药无妥当，甲无应该甲苯巴比妥摕来治疗腹肚滚甲痛的症头，安尼是唔对的，已经向要求停业。那台南市即马是提供老师到饲药的 SOP， 要互家长会当信任。高雄市政府19早起大动作开记者会，公布针对新北幼儿园学生囡仔饲药的事件。高雄市政府扩大清查全市2702间医疗院所甲药局，其中145间有苯巴比妥，有4个医师牵涉到用药不当，会依照医师法甲管制药品条例处罚，下令休业，也是并科11万至33万不等的罚金。裁定停业1到6个月。对于呼吸道的感染，它并不是一个适当的用药。那在婴儿肠绞痛的话，也并不是一个符合医疗常规的用药。市政府通知去过4间诊所，最近1个月来使用这种药啊，也是将近半年来使用这种药啊3届以上，未满18岁囡仔，会当去高医也是荣总等4间医学中心接受免费的医疗评估甲看诊，互咱发的医师化完网表示是正常使用。脑膜炎、热痉挛会抽筋，然后书上说那个抽筋的那个持续性的抽筋可以吃苯巴比妥。高雄市政府表示，相关的判定是经由专家会议审议，搁依法处分。另外一间宏发的诊所19门关起来，没收到消息的护理师甲患者被走一转。台南市嘛针对饲药事件公布相关的处理，让家长安心。都有部件啊，有这个验尿的这个设备跟尿管啊。那假如说家长有这个需要啊，刚刚市长讲到的哈，那可以带小朋友到卫生所来。除了免费体检，市政府嘛明定托药的标准流程，希望建立亲属信任关系。医师提醒，若囡仔有原因不明爱困、步伐未知的状况，会当主动就医查清楚。另外，苯巴比妥半衰期是3至5天，大部分未老病母。不过呢，长期间食药治疗养型的患者，都爱互医师定期追踪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咱过来。